展覽場地簡介：感知蛛絲黐住枝樹之展覽，位於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。本展覽設有點字，部分作品設有口述影像、觸感製作等通達配套。展覽設有5個展區，以2個同心圓嘅形式展示。展區嘅長方形灰色地板上，圓心位置鋪設橙色地氈，上有藍色拱門。訪客如有查詢，可在此找工作人員協助及索取展覽資料。拱門嘅右邊鑲咗一個圓形嘅木台，上有作品嘅部件供訪客細閱。面向海港入口嘅6點方向係學生作品微微掃掃嘅展區，3點方向係點指星星，12點方向有電子樂器及流星影像學生作品。9點方向集齊咗4個唔同種類嘅學生作品，包括豬豬早晨、繽紛花園的生命樂章、扭曲城市及家。4件作品都提供口述影像，家更設有觸感製作。訪客掃描作品右下方嘅2維碼，收聽口述影像配合觸感製作，可獲最佳嘅欣賞效果。3位導師嘅作品設置喺外圍圓圈嘅12點至2點位置，從左至右分別係鄭雅欣嘅有聲書、龔兆音嘅觸感樂園及馮詠琳嘅竹星仔。訪客可掃描在作品右下方嘅2維碼收聽口述影像。外圍圓圈嘅10點到12點方向係一座巨型嘅立體展板。向心位置列舉咗2024年至26年參加賽馬會科藝共融計劃嘅24間學校名單。背面係此展覽嘅背幕設計打卡位、策展人語及賽馬會科藝共融計劃嘅簡介。